花莲有一间马场的业者带马仔甲狗仔去溪仔边的时阵，雄雄听到枪声，了后就看到这狗仔咧是着枪，而且规身躯血。业者是烦恼讲有人伫咧山区来乌白开枪，惊还有别人受害，所以赶紧来报案处理。 倒伫病院人内底狗仔，才互医生抢救倒来。伊陪主人伫万人溪边放马时阵，疑似互枪射着，枪支穿过正前骹甲正后骹，造成关节的所在，粉碎性骨折。有人在放鞭炮，然后所有的狗都在叫，然后接着听到枪声，听到狗的哀嚎声，大家就纳闷，怎么会有人对狗开枪？然后到现场看的时候。 附近搜索一下，才发现我们的狗狗躺在那边。代志发生伫10日下晡4点，花莲一间马场业者带马甲狗仔去万人溪，疑似互枪弹着，发现狗仔中枪了后，马上送去动物病院急救，因为烦恼有其他人受害，就赶紧报警。该犬只受伤部位未发现有火药残留物，研判非近距离穿透伤。 现场亦未发现弹头或钢珠等相关遗留物证。本案发生地点虽属偏远近山区，本分局仍积极调阅周遭监视器，持续过滤案发可疑人车。 因为万人溪有野溪温泉，常常有游客进入，那假是有人提枪随机凊彩射，安尼就唔拿对动物造成危险。官府对这案件真重视，已经请警方加强查缉，可以伤害动物。那其体残缺或者是功能丧失，相当应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20万以上200万以下罚金，行为较轻，应罚15000到75000。记者综合报道。